조화군라 루아메바 자와침베 다도케 시자군라 지바메바 사게 최기 내난데 켄즈니베베 돈바베 주웨 무뮤산제바 디시교바 라메데라 세럽군도 차기오 겨와니를 응wen장 축양 야센 다외 슈니츠 간젠조라 제외 거기로 개론 소재 제샤와 야외 롱데 닝메 되는 애들 최더 체르조바 감부바시 스스미온다 덴바니바 되는데今天，正逢许遇能人的摄政，法王乌比冈波巴大师殊胜的圆寂纪念法会。因此呢，我们一同来意念，并且介绍冈波巴大师他伟大的功德、他的行医事业，还有依于他而出现、广为人知的达波噶举。这么一个传承它不共的特质，还有重要的地方。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发展过程当中，达波噶举的开创者，也就是乌比冈波巴索囊仁谦，他是一位没有人能够取代的关键人物。主要是他将传承自印度大成就者蒂洛巴、那洛巴、马尔巴医师，还有至尊密勒日巴等等传承下来的这个密圣大手印，还有源自于觉沃杰阿底峡尊者所传的噶当派道次第，这二者合而为一，在西藏佛教史上就开创了广为人知的噶当与大手印二合合流这么一个殊胜的修持传统。那么冈波巴大师他出生在西藏的东部达波地方，他自幼就很聪明，然后从7岁开始就医治了印度、尼泊尔还有西藏等等地方的13名这个名医，完成了这个医方名的学业，因此呢就成为了当时非常出名的一位大医师，并且获得了达波拉杰这样一个称号。但是他25岁的时候，一场这个突如其来的瘟疫，使他的这个妻子还有一子一女相继去世。由于这样的一个逆缘，让冈波巴大师对于无常还有这个生老病死的苦，就升起了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定解。于是呢，他就决定完全舍弃世间的俗物，然后立誓要一心修持正法。然后在26岁的时候，他医治了噶当派善知识马玉诺丹希让，在他的座前就圆满受戒，成为了噶当派的一位僧人。之后呢，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他修学噶当派的因明典籍，尤其是在出离心、菩提心等等这些修持的道次第上完成了学业，心中也升起了圆满的证悟功德。那么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就连整个西藏佛教那么的发展的走向产生重大转变的一个分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听到了至尊密勒日巴的名号，然后跟随密勒日巴在他座下求法这件事情。那他在卓德扎西康这个地方初次拜见到尊者密勒日巴，当时呢，密勒日巴就赐给他一个满满的装满了酒的嘎巴拉。那当时冈波巴大师是比丘，具有比丘戒嘛，他是出家人，所以他心中也想，刚一开始他想我如果喝下
这个酒的话，就会违背他出家戒，所以刚开始他是有些疑虑的，但是最后他还是毫无忌讳的就全部将这个酒就饮尽。这显示什么呢？这代表说他不只是重视外在的形式威仪，而是真正重视实修的这个实义的人。不仅这样子，这也显示他能够完整受持密乘大手印，还有升起圆满次第的教授，并且能够将这个性相称显称的法结合起来修持。总之呢，在尊者密勒日巴的教授之下，冈波巴大师他升起了殊胜的证悟，最后尊者也授记他为主要的这个传承持有者。冈波巴大师呢，他最重要的一个佛心事业是什么呢？就是由他所开创的噶当与大手印二合合流这么一个修持传统。那这么一个修持传统，它是将声闻乘的戒律、大乘的菩提心，还有密乘的大手印这三个法，然后安置在一个人的道次第的修持上，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修持方式。这也就是说，首先佛教最初在世间弘扬的时候，弘扬的就是声闻乘的教法。声闻乘这个传统，它最重视的是什么？就是对轮回的出离心，还有别解脱戒等等。我们看到佛陀他最开始讲说的佛法，宣说的就是四圣谛，而四圣谛当中呢，也就是从苦谛开始讲说的。这个就像圣天阿舍离他在400论里面就有提到这么一段说：苦海于此无边际，一切方分悉皆无，于同汝既沉溺此，云何不生不畏心？这一段就在告诉我们说，这个轮回就像苦海一样，如果我们对于这样的轮回不升起这个不贪着的心的话，无法升起这个不贪着的心的话，也就是说不能够真正认清这个苦本质就是苦的话，那么三乘中任何真正的法也都没有办法升起。所以主者在菩提道灯论当中也说，若人以种种方便为于轮回安乐中，但为自利而希求，此士夫说为下士。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希求此生的安乐，或者说仅仅追求后世的增上生，那也只是下士了，并不能成为修持三乘之法的人。就像是这样子，就冈波巴大师他最开始我们看到他也有这个妻子，也有孩子等等，但后来因为瘟疫的关系他的妻子孩子都相继去世，所以他升起了真实的出离心，也之后就出家了。就像龙树菩萨在亲友书当中也说，戒如大地，是动与不动这一切之所依，是一切功德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在三学当中，也就是将戒学说为根本。一般来说讲到戒律，我们说律仪有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3种，但是在佛教当中普遍公认的是别解脱戒。那么别解脱戒又分为出家跟在家2种，其中出家众呢又是主要的持教者。这一点呢显密两者的意趣是一样的。所以冈波巴大师也在这个喇嘛安利巴等等座前出家，受了圆满的比丘戒。所以依此呢，冈波巴的传承的弟子有帕朱多杰乔波、多宗前巴、巴荣、达玛旺丘等等这些弟子呢，还有在之后的再传弟子，大多也都是比丘。
正因为如此冈波巴大师他消除了以往瑜伽士独自在山间苦行修持，还有在僧团大众中共同闻思修持这两种方式之间的这个巨大的落差将它消除了。而且呢，将原本呢这个零散分布于山林极静处的这种密乘修持方式，转变成为很有制度的、组织的僧团的这样一个体制。所以，由于冈波巴大师这样的一个作为，也为整个达波噶举整体，尤其是四大八小的传承奠定了很稳固的制度基础。但是，即使是清净守护了出离的戒律，光是这样也不能够成为正的佛果，这没有办法成为成佛之因。要证得佛果，具足菩提心是很重要的。就像龙树菩萨在《宝鬘论》中所说：“若自于此世间欲得无上菩提者，其根本即菩提心，当如山王般坚固。”冈波巴大师他也见到当时在西藏大乘的戒跟行，尤其是菩提心的教授，没有比这个噶当派更为殊胜的。所以当时噶当派主要弘传的地方是彭波地区，所以他就到了那里，然后跟随当地的这样一位噶当派的善知识叫纽荣巴，然后跟他听闻菩提心的教授。他曾经也说，这个纽荣巴大师呢，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菩提心，然后他后来说，他也跟随他升起了这样的菩提心，后来就完全没有远离这个菩提心过。求解在《菩提道灯论》中说过这么一段，说离方便之智慧跟离智慧之方便，由于说为系复故，是故二者皆不应舍离。宝信论中也提到说，因布施能承办受用，戒律承办增上身，修习能断除烦恼，智慧能断除烦恼与所知障等等等等。就像这里几段提到的，就是说证得佛果也不能就只有菩提心，还必须要有空性见来摄持。冈波巴大师他见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说，在空性见方面，在当时来说，西藏主要是以中观应成派为主。最初呢，将这个传统传到西藏的就是求我姐。当时，求我姐呢最赞叹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承。而当时求我姐主要传授中观见引导的对象弟子是谁？是善知识贡巴瓦、扎允达，然后也跟随贡巴瓦座前听受这个法。然后冈波巴大师呢，又从这个扎允达座前听到了这个源自求我姐的中观见。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噶举派的见解呢，整体而言是中观，尤其是应成派。有这么一个说法的原因就在这里。还有冈波巴大师他所写的《道次第论》，就是解脱庄严宝论，可以说就是将噶当派跟大手印这两个传承串联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法。在这部论当中提到说，以如来藏为因，以这个珍宝的人身，还有善知识为缘，然后以噶当派的三世道的道次第作为修持，最终导向的是最究竟的大手印的法。这样的一种论述方式它消除了只是讲说，就像是这个辩经师只是英明师只是做讲说，或者说这个密咒师只是修正，
这两者好像各修各的，有所分离的各行其道这个情况也就消除了。那冈波巴大师还有一个特殊的功德佛行事是什么呢？就是他会教导弟子，引导弟子禅修。一般我们说禅修或者说实修是世间跟出世间一切法的功德的根本。那禅修的方法有很多，但一切都可以说总集到止跟观这两个法。在这两者当中呢，首先修持止是最重要的。入行论当中也提到，这个具足极止的圣观能够摧毁所有的烦恼。尤其我们说在利益众生，如果要具备承办众生的利益上，这个极止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没有极止，就生不起神通，没有神通也没有办法了知他人的这个根器意乐，所以就没有办法真正利益众生。那么菩提道灯论当中也说，如果没有成就极止神通不会升起，所以要不断的修持成就这个极止就像灯论当中这里提到的，冈波巴大师他最初出家的时候他就是跟随其中一位大师听受这个禅修的引导，修持这个极止。然后他在7天当中就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极止的经验。由于他的止修得非常好，然后呢，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他就一直安住在这个定境当中，甚至都忘记要吃饭。而且呢，他还尝试说，试试自己还能够安住在这个定中多久。最后呢，他有13天能够安住，不停地安住在定之中13天。所以当时就有这样子的修持极止的觉受。之后呢，他的甚至是高云道，还有他又跟随尊者，修持之后，更是升起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去形容的这种殊胜的禅修觉受。所以，因为冈波巴大师他的这种这么好的一种实修所以呢，我们就有传承下来这样子很好的止观的修持，在达波嘎举派当中。所以可以说在藏地我们说一般的这种禅修的引导，尤其是经教传统上止观这2种法的教授，可以说都在达波嘎举派当中在传承着。同样，密乘金刚乘的教授在学于藏地来说，没有比印度大班智达那洛巴的星子木扎马尔巴义士更为殊胜了。而实修这些教授在一生之中证得这个金刚持果位的，这就是成为了成就者的顶言的，就是至尊弥勒日巴。那么尊者跟随马尔巴大师经历了很多的无量的苦行，然后后来马尔巴为他传授了金刚于千亩的灌顶，并且授予他以着火为主的那洛6法。
那么关于那洛六法干嘛把米格多杰这个师徒说将这个法说他是一切圆满次第之王，原因在于父序之主为密集金刚，母序之主为胜乐轮、喜金刚、大幻以及十轮等等。而那洛六法中所开示的幻身与光明，正是密集金刚圆满次第的主要内容。着火呢，则是这个胜乐、喜金刚等一切母序圆满次第的主要内容。其他像是梦余伽、中有等等，也完备了众多无上序部圆满次第的这个要义。总之，这一切的法，冈波巴大师呢，他都跟随尊者，在他的座前完整的听受。他不只是听闻，而且也真正的实修。最后，尊者就赞叹他说：“现在呢，你不需要再在我这里了。”你也不需要我了，除了继续修治之外你也不用住在我这里。而且他还授记说，依我的梦兆来看将来你立身的事业会比我更为广大的。在授记之后呢，就让冈波巴大师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那冈波巴大师返回家乡之后呢，他继续修持7年，然后他这种证悟之力达到了光明的证悟之力达到了圆满，一切的分别念呢都转为光明无论入定或出定光明的证悟都没有间断。尊者曾经说，恒常安住于光明中，不见中有的诚意这个意思是说，禅修者如果这个光明证悟的力量能够圆满，即使死亡也不会现起中有的现象，能够在光明法身中成佛。据说冈波巴大师就曾经对杜松全巴说，他已经升起了这样的境界。冈波巴大师最大的一个创举是什么？就是他开创了经教传统的大手印，就是显教大手印。这个法王噶玛巴米觉多杰在入中论释达波噶举成就车乘中就提到，马尔巴跟密勒日巴等人在教导大手印的时候，是与六法中的光明相关联而做开示的，并没有单独开示的这种传统。而冈波巴大师呢，他是以自身这个分别念现为光明的体验证悟为基础，赐予了这个将分别念直指为法身的这样一个大手印具身和教授的引导。这主要呢是与印度的大成就者萨拉哈、沙瓦里巴、比如巴、黑行者、蒂洛巴、那洛巴、梅智巴等等这些大师他证悟圆满的力量所唱出的这个多哈，就是金刚道歌的里面所谈的意趣是相符的，所以因此呢都普遍称为大手印。因为这样子噶当派为主的许多出家人都成为了冈波巴大师的弟子，所以就算是年纪很小的这个僧人也升起了很高深的证悟。还有呢，在西藏有这种心性引导的传统也是从冈波巴大师开始的。这是多罗那他曾经这么说过。总之依照这个印度旧有的密乘修持传统，大手印是圆满次第的一种修持方式，因此呢，必须要依靠无上密乘甚深的灌顶，还有本尊升起圆满次第等等。但是呢，冈波巴大师曾说，对于立根者来说，就算没有得到密乘的灌顶，只要依靠般若波罗蜜多显教的这种见解而直指心性，也能够现证证悟明空无别的体系。另外呢，冈波巴大师还开始说具身和这么一个殊胜的修持方法，他觉得从见解的角度，他是将唯识宗所说的明知还有中观宗所说的无生的道理两者结合起来，
指出具身的心与具身之显现这两者体性为一，而且开示了在不造作的平常心境界当中，然后护持实相的方式。那这是冈波巴大师一个特殊的事业。还有，他将大手印的这样一个禅修次第向广大的群众来宣说公开，并且呢，依照经教的传统来做引导，转为普遍都适用的这样一种方式。由于这样子就使得这个大手印修持的门径变得非常的容易入手，所以因此后来有非常多的学者，数万乃至数十万的后学者，都能够依循这样子很有次第的情况下进入大手印的修持。不然，如果按照传统密乘的这种来说，那其实是不这么容易的宣传这样的大手印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冈波巴大师不仅是建立了显密双运的这样一个很完整的宏大的一个框架，而且在实际的修正的实践当中，他也创立了这个很涉及精要，然后次第很分明的引导方式。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冈波巴四法，或者说达波四法，或者四瑜伽。那达波四法是什么呢？达波四法可以说是达波噶举派每日最主要的一个祈愿文同时呢，也是关于如何次第修学的道次第的这样一个深深的指引。首先是加持我心去入佛法。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临终的时候，必须舍下我们的身体、财富、受用等一切的情眷，然后要独自而去。所以不要为了此生这个短暂的一生，以这样的目的而积聚这种各种的罪业，而努力的要获得后世的善取之道而努力。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个白净的善法是不会升起的。第二个是加持法能够取入道。这个意思是说，要知道轮回它是不离开苦的体性的。那知道这一点之后，而升起了想要解脱的心，然后走上解脱之道。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就没有办法成为佛教的法。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三乘所有任何的法，如果没有带有你想要解脱的心的话，这些都无法成为真正的法。再来是加持道除迷乱。仅仅是前述的两个法也是不够的，只是能够取入声闻独觉之道。但对于大乘来讲，那还是属于迷乱的。所以第三个法提到的是必须依靠大乘的空性见跟菩提心，进入没有谬误的正道。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就不能转为大乘。那第四个是加持迷乱现为智慧，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个愿行菩提心虽然已经学习了，但是呢，显现的迷乱还是没有彻底消退的。为了遣除这些迷乱，要透过圣意中一切法远离生灭的这种串习修持的力量，然后决断任何迷乱，了知到一切的这些迷乱显现都是心的幻化，都知道这是心的体性，也就是智慧的自性。那这个就是大手印的瑜伽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四法它就像是阶梯一样的，是要依次而上精进的修持。
前2句涉及了噶当派的精髓，后2句呢统摄了密乘跟大手印修持的这个要义。同样呢，冈波巴大师也将大手印证悟显现的方式它不只是作为这种典籍的讲说，而是结合自身心中的体验，它开始了一个名为四余切的这样一个次第。这个四余切的内容在卓杰传给贡巴瓦的大手印引导文中已经有记载过，所以最初说四余切的人并不是冈波巴大师，但是呢，将它普遍红传开来的应该是冈波巴大师。四余切就是专一、离系、一味、无修。那这4个如果各个在做细分的话，又有各自有大、中、小3品，所以有四余切的3品、12的这样一种分类方式。那么首先是专一余切。专一余切是什么呢？就是说心能够在任何一个所缘境上能够专注安住，并且能够依自己的意愿辨认所修的对境是什么。第二个离系余切是什么呢？是说能够护持那个心不散逸在一个所缘的体性，这样子的话就会了知一切法，远离细论的相。那么一切之前所做的这些文思就像是外面的壳一般的脱落，然后心中无所贪执，这样的一种境界。第3个是一味余切，也就是对于前面谈的离系的这个境界能够去护持之后，那么一切这个多者就会现为是一味。当这个多者现为是一味的时候，就能了知到一切的显现皆是心，心与空性就成为一味，空性跟无生也现为一味。再来第4个是无修余切，是指说了悟到了一味之后，然后证悟会越来越增上，然后最后到无可修的境界，这个就是说为叫证悟了大手印。总之我们看到冈波巴大师他在他的身上圆满具足了。首先他是一位家中父亲所有的慈爱，同时呢他也具备了一个大医师所应该具有的这种深细的一种谨慎，还有他也是一位具备了噶当派僧人所应该具备的律仪的，比如说有修心的圆满的修心的修持，同时他也是一位这个具备了密乘的大愚痴士所应该有的证悟的。总之呢，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他圆满了具足这一切的功德，他可以说真的是持教之主。他将求杰阿底沙尊者经教传统的道次第，还有尊者弥勒日巴的密乘大手印合而为一。他开创了显密双运、渐修双运、典籍跟教授双运的传承。而且他所传承开示的法教，不是为了长寿无病除障，或者说战胜敌人等等这些承办今生世间八法的方法，不是的，而是帮助我们在此生一生之上能够现证双运金刚持果位的最殊胜的方便法。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藏地大多数的成就者都是出自噶举派，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今天很难得在冈波巴大师圆寂纪念的纪念日，我们透过
他的传记来认识达波噶举教法的殊胜跟重要，并且来意念他，我觉得这是很殊胜的因缘，也谢谢大家。